嗨，总欢。哎，玉婷吗？对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哪位总欢？哎，我是玉婷。然后你又第一片就抽给了。对啊。要到东西，孤立果。对。还有那个很大招牌的螃蟹。对。大阪烧，还有章鱼烧。哎。对啊，这边真的很有名啊，不管是观光客啊，还是住在日本其他县市来玩的，都一定会来这里拍。这是大阪南区最热闹的地方。不过你第一拜有多大片的时间，你的印象黑马该呢？就觉得他们很亲切啊，然后人都很好笑啊，然后他们如果被人家称赞说哦你搞笑很好笑呢，他们就觉得很荣耀啊。他们觉得搞笑是很荣耀的事情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大阪这边呢是搞笑艺人的发源地哦。对，最刚开始就是始于这边啦。那如果对他们自己当地真正的大阪人来说呢，如果他今天搞笑让你觉得好笑，得到你的称赞，他就觉得我成功了。哇，按神奇的想法。毛糖唔错，比起乌龙外摆，也系财前，讲台湾人懂神奇。电脑做地本当地人行较欢喜，因为也在真系千国嘅乌龙。台湾人嘅真情，不友情吃到东冲台湾，充满亲切感。自古以来就会双压制度嘅台湾，系新日本通向世界嘅重要台门，每去东道向前嘅天意故乡。脑企图万乃做嘅太大嘅扛棒，强强嘅羡慕，老年嘅人潮，比京都无一点钟差长嘅台湾，庶民文化动有法律，老京都嘅古典用啊完全就冇强用。今年就留喺啲当地5年嘅乡亲苍玉田，向下行年一集，大家追求梦想嘅所在。玉婷，那边气中按多人哎，然后我看他们穿的衣服是要办什么样的祭典啊？哦，这个啊就是关西呢第一个夏日祭典啊，然后叫做爱染祭。爱染祭，对，爱染是你们散服黑嘛，是染衣服的祭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它是因为那个神社叫爱染堂，那爱染堂办的祭典，所以叫爱染祭。可能懂就懂到你，他会走马街呢？他们等一下会抬着轿子呢，然后沿路往爱染堂走。哦，所以有点像那种绕境的感觉。我们一起跟着走，就知道了。亲友日本民嘅一天，就听说要有天发炮、祭典、老西神山。6月尾每一季一个，爱娘机就要亲验台版三太夏季嘅第一个。一在西元593年，圣德太子创办嘅夏季法通，目的系求姻缘、好胜利，出嚟闹年嘅气氛。爱娘机清太体色就会有动作做西神山嘅假色模嘅，故所有按照西神山祭。懂闹年哎，哎呀，很热闹，对不对？因为那边会有这种轿子，而且都是女生在抬，她们怎么抬得动啊？这个就是因为以前在保永年间的时候呢，都是让艺妓坐着这个轿子去参加爱染祭。哦，嘿哦。对，那他们为了要重现当时的情景，所以呢就用了这个轿子。但是呢，其实以前10几年前是真的艺妓坐着。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是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每一年去募集这些漂亮的女孩。他们都很热情哎，看到没有？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会讲中文啊？我们是台湾来的。你好。不错，这个祭典已经是蛮国际化，你看也有中国的朋友过来参加。对，就是你只要想要参加，你都可以去募集那个活动的。对，他每一年都会有一个，就是出来说，我们又要募集爱染娘啊，要募集抬轿的人啊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然后你觉得，然后他只要选上了，你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为什么抬轿子的是女生不是男生啊？这个你就看隔壁那么多北北就知道啦，大家都想要看什么？对400个小妹都献出了个爱娘肉，但年底发动结束过后，当到爱娘小妹已开始1年嘅发动，不少有人讲参加一只生费，每想拿到1年嘅发展嘅门票，天天催付行装爱娘堂，日本人嘅热情立法力，喺祭典期间发挥到千态，当到心中就会利用期间为参拜祈福，祈求爱娘命王祝福幸运，并叫做好姻缘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仪式啊？哦，这个就是啊，因为这个在1400年前就有了，这个1400年了，这个是日本最老的祭典。哦，对，然后因为呢，1400年前圣德太子为了因为
到了夏天嘛，就很多流行疾病啊。那为了要让大家下半年，因为6月刚好一个中间嘛，对，为了让大家下半年身体健康，然后驱逐一些不好的运势，所以就办了这个活动。哎，懂到捏了，你看，对啊连在下雨，大家还是一样继续都会来。讲到下雨，这个是有故事的，就是听说啊，不过也是传说啦就是听说呢，如果在当天啊，因为这为期3天嘛，到7月2号嘛，如果这3天你来参加祭典，跟你心仪的对象来参加祭典，在来的途中或回去的途中遇到下雨的话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对，就是有这么一段小故事。真的假的？因为这个神社的结缘也很有名。祭典度悠悠独独嘅上，让神口当做点细神神嘅细妹嘅，本当中一翕相嘅人微微等，还有当到困难嘅心中，啲苗度来来去去，底下有名嘅野龙苗度，就像係一種顯透嘅思想法，用安尼嘅熱情踩到規陣熱天，好彩有熱天做伴，才有機會了解下祭典嘅魅力。對台北來嘅熱天，日本嘅比較高級，我老公卻到日本發展，兩個台灣人對日本無不看人，行較無背勁，兩公婆一時對日本嘅中意，5年來喺台灣相互扶持，天天嘅當緊。知道日本那边祭典真人懂后告，对啊，很好玩哈，而且好像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主题。就要不然也参加这个爱染祭，我以前也从来都没有听过。对，其实好像比较少台湾人知道，但是我在2008年来玩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好奇嘛，上网查一下说，原来这是关西第一个祭典。所以你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是08年的时候？哦，不是，第一次是04年。哦，04年。对，我04年的时候在东京念了1年的书，但是当时因为其实家里的环境也没有到那么好啦。然后念了1年以后，爸爸就想说，可是还是经济上有一些困难啊，那就说要不要先回来台湾？对，那我原本是念会计系的，念会计系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实在太爱日文了，所以我就插了东吴的日文。你遇到中英日本的文化，所以还特别从会计系转到日文系啊。但是我会计系有毕业啦，就是毕业了之后，我先到东京1年。那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在东京念大学，可是因为实在是就是经济的问题啊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回台湾念台湾的大学好了，反正一样都大学学历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遇到我先生。虽然冇机会到东京读书，吃到东大爽，不过三妹因为安尼认识亚海老公，人生嘅机会总系冇停转。不过有天真感谢阿爸支持佢到日本读书1年嘅美梦，想到佢用事业大在2、8年，就一时私人茶楼上腳行遍東京，就算你嘅唔係當上用。心靈是當富足，每一位安尼打開了佢曾經日本嘅緣分。後來你決定講我來到日本啊，你怎麼不選擇東京呢？因為你畢竟在那邊讀書過，也比較熟悉。哦，因為剛好我們來的那年311，那311都陸陸續續有很多餘震嘛，所以我婆婆就會希望我們說要不要來大阪比較安全。那你來這邊生活其實也有幾年的時間嘛？對，大概5年了。那你來這邊生活以後，你覺得跟我們一般人的印象會不一樣嗎？當然，來玩的時候真的就覺得他們這邊很好啊，大家都很親切啊，全部都很友善啊。可是真的來生活才發現，其實他們也是為了討生活啦。所以就是店員親切友善，都是因為畢竟他們是服務業嘛。那我覺得這邊很好的是，就算是服務業，他真的就是，就算他真的可能心情不好，他也不會表現出來。這是我覺得這邊很棒的地方。日本人對自家做事敬仰嘅態度，本有天印象當成。其中台灣人阿薩里又中意天數年嘅環境同身體，對有4年嘅有天來講，喺台灣生活知道懂吃菜。聽有天祭典，有聽講難得來一陣台灣，卻對做唔代表講，人講台灣人嘅做下無門私藏。我帶你去吃好吃的海鮮。海鮮？對啊，台灣那邊有某法好會別有海鮮後生哦。其實整個日本都環海嘛，所以整個日本海鮮都很好吃，很有名哦。整個日本都懂後生？對，都很好吃哦。看到那邊是懂得海鮮吶，但是這邊是大阪本地的嗎？啊、すいません。ここのシーフードはどこから仕入れとか？一番で大きい。大阪本地還會有一個很大的市場，然後老闆是從那個市場進的，然後那個市場又從日本各地的精華對，然後集中在那個市場，然後老闆把它買進來，把它進貨進來。要比按斗用誒，對身體直接上來，第20時間清河式嘅海產都啲台內檔嚟啦。日本有一句老古諺語講：中方京都，西方台灣。對啊，句話就到這裡咧。食對台灣人有幾重要誒？通講台灣人味道會食好，感染死太淺，西方身家。
安尼形容可能有啲好笑。不过来到台版，我是高年，给对台版的美食懂事理哦。这扇贝，对啊，你看就吃旁你看边嘛你看多大只。有皮都压到面心哦，有皮很多没关系。还偷一皮，它是用酱油调味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有加一点酱油，然后做简单的调味，因为它不想改变它原本的那个味道。为了七七啊，怎么样？很脆，而且重点是它那个酱油把那个甜味全部都带出来，对，很新鲜哎。而且你看它都没有用很多调味料，真的不需要。像这个它是煮熟的吗？这个是生的。这个是生的吗？对，它应该只有烫过而已。哦，对，那它是沾什么东西吃啊？沾这个酱油吃的。也是吃原味。对他们真的很注重，他们真的不太会去把东西调的很，就跟其他国家可能不一样。这个也是咬下去哦，也是像那个海味就跑出来，真的浓厚。很像在游泳，是不是？你住在大阪这种美食之都，那你眼旁边有某嘛干问题？那你适应上面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？就生活这一块是真的没有太大问题啦。我知道好像日本在就业率上面好像也不是很高，外国人好找工作吗？有一点点难啊，所以我先生也是历经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工作。给你去嘎嘞？我自己是因为因为我们本身有小孩嘛，那日本这个社会就是还是比较倾向是先生工作，然后太太在家带小孩。那加上我也30几了。所以基本上我的条件去外面面试，我去跟对方说，哎，我想要做一个正职，其实很快容易被打枪，他会觉得你有小孩，那你可能随时都要去弄小孩啊，你又突然一直请假，小孩生病你也请假，小孩学校有事你也请假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，我找一个人来一直请假，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不喜欢，是心灵上会觉得很压力很大。用了。因为老公也是前一个工作很早就上班嘛，8点多就出门，晚上11、2点才有回来。那早上7、8点就出门了，对，晚上11、2点回家，等整整超过12个小时。那这种条路要都按跳。不动产。哦，不动产哦，我比较不能想象哎。对，这边就是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啊，你就是责任嘛。那我们要配合客人时间啊，客人这个时间才能看房子，你就这个时间就是要等他，带他去看房子。那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家带小孩，那时候小孩又还小，也没有任何的亲人朋友亲戚，完全是没有，就我跟小孩，那唯一的依靠就是先生，那他又那么晚下班，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就觉得很像伪单亲。我比较想，然后就算喺行李清显透嘅日本，你顺带地有条嘅古树传统嘅观念，比如讲冬天南美人，但系也希望不用做啲吃的条路，啲不卡搞生意呢。就算有条路，睇啲嘅打工性质，几件结婚嘅細妹要當然前到條路來做，無條路好做，要代表社會上行業沙飛嘅機會。雖然提講老公當然早早出門，安轉，係為到本府家人做得安定下來。不過這樣事嘅困難，係沒有停止到當艱苦。兩公婆經克服現實嘅種種壓力，經相互溝通扶持，先生法則悄悄嘅穩定下來。大王今年係禮拜6日。有定位燒給佢嘅老公，小剛不愛收拾。小剛，玉婷說你會帶來大阪這邊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啊，你怎麼會帶我來？這個是光華商場嗎？這邊就是日本的光華商場，大阪就是宅男的地方，就是日本橋。日本橋就是這個地方。要偏賣個東西跟光華商場也是很像啊。很像啊，就是賣什麼電器什麼都有。這邊還有動漫、人偶、遊戲，一些周邊的商品，上班族也會，畢竟這種消遣嘛，樂趣。明治時代，日本橋係台灣有名嘅高藝術書店，老府總街。二戰高橋變做老東京松陽園共用有名嘅天喜街，也就係人講嘅東有松陽園，西有日本橋。呢度有眾多嘅漫畫、天童、漫畫道也係寫年嘅，也係好高嘅人嘅傳遞。還記得日本為2020年嘅奧運，傳遞一本全世界做嘅宣傳主題幕，當到日本青沙皮嘅文化園之力，就集中喺亞邊哦。日本鴉片哦，日本這裡其實他們自己本身的失業率也不是說非常低。日本人本身都很難找工作，你怎麼那麼厲害可以找到工作？我沒有，我找工作非常的辛苦啊，真的、哦。就是我一開始就是在這邊找工作的時候，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吧。那我大概有投稿大概70多間公司吧，70多間還沒有找到。耶！哦，哎，他這個是呢，公司差哦。
虽然有点害羞，不过真景很舒服。他现在是在帮我清外面吗？对，哎呦，可是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吧，半年左右。那我投稿去他们这边找工作的地方，网路，然后自己跑当地的就是找工作的活动。那我大概有投稿大概70多间公司吧，70多间还没有找到。就是在70多间之后找到，才找到。对。不过我听玉婷跟我说，你好像已经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啦。对。那但是工作既然这么难找，为什么做得好好的还要再换一份新的工作？不是，就是我上一个工作是在这边，就是大阪这边做不动产，我是房仲。台湾有没有就是说那种说法，就是黑企业？黑企业大概意思就是你，例如说加班没有加班费，然后你工作超时。我那时候工作就是早上8点半，一直上到晚上12点1点这样。早上8点半到12点，这已经超过15个小时。对，而且没有加班费。用什么按呢？就是他就是尽可能的用你的能力，就是你就是要一直去帮我拉生意，招揽客人，而且没有任何就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。就例如说我们是开车出去嘛，你的停车费、加油都要自己出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之前的不动产的时候，有一个后辈，后辈呢他就是刚好迟到15分钟而已，然后就是到公司就跟老板讲说啊，我迟到，我睡过头了，迟到，然后老板就没办法接受，然后他就当场就下跪，就是台湾说的怎么可能？你说真的他迟到15分钟就下跪跟老板道歉哦？对。可这台湾可能就是扣钱啊，或者怎么，那就算了。为什么要到这么严重啊？就是他要让老板的心情上面能够让他舒坦下来。日本严条的职场制度，有比分伦理，你喺职场上动态嘅压力来源，故所就各种嘅舒压方式，你同啲懂事行。不过足量做事吧，莫撇撇。小刚讲，佢帶嚟去體驗一下亞經年讀書到上班中分享嘅素材。哇，小刚啊，亚麻个梯房怎么那么香啊？这很香啊，这是一个日本的新兴的行业。新兴的行业，做嘛该呢？就是啊，帮你掏耳朵。掏耳朵？没啊。台湾挑拜的时间，那个理发店都有帮人家掏耳朵，在日本这边算新兴行业。新兴行业啊，因为是日本年轻女生穿日式的浴衣，帮你掏耳朵。啊？体验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循着香味妮希啦。小刚啊，你会不会带我来掏耳朵？我看这个气氛，你看，其实还蛮有日本原创的味道，对，古色古香。应该是要来按摩的吧？掏耳朵怎么是这样的气氛？它就是要让你在很舒适、放松的气氛下面，一个空间制造给你。こんにちは。还有什么？哇，我想到来掏耳朵的按 Q 上哦。压哪？我怎么干了？不动吗？啊，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？横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。你很长。你们怎么这样很不好意思哎？它就是这样子啊，让你在膝盖上面，你侧躺就可以了。Here？ 哦，恥ずかしいね。那我是躺下去是不是？对。那顔横で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。对，就是侧躺，脸上侧上去。侧上这边。对。公司差哦。虽然有点害羞，不过真景很舒服。他现在是在帮我清外面吗？对。其实哦，真景呢，因为好像比较少低腿嘛，董兄某空过像这样子掏耳朵，一般都是躺在椅子上面，因为他躺在是女生的腿上，其实哦不敢全力的躺下去，会吃到有一滴的排泄啊。可是因为主持节目，韩国一岛的国家，你听过各种目强的风俗民情。不过像安尼的福利，冇，迄体验啊，还真嘅体验呢。日本沙飞喺短时间4行4幕，南棍加咖啡汤，年年用，然后牛胸咖啡罐也掉，动到动尾边嘅日本人
用 cosplay 嘅文化创造一度嘅商机。由于店家营造恋爱感觉嘅疫情作用，行客朋友从类型嘅名产业动发达。天阳哥按 TB 嘅文化高效，接下来看到小刚老鸟田嘅物卡组合，冇想到同好营养嘅小刚，物卡有几下几嘅鸡蛋嘅，老来动油发光。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自己。有默契哦！哎，小刚，你来日本的时候其实想要来发展音乐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开始就是为了走音乐这条路，所以来到日本。那时候对音乐怎么会这么有热情，还特别要来日本这边发展啊？因为我从国中那时候就很喜欢日本的音乐嘛，在大学是学日文系，因为刚好日文上面也比英文好沟通。刚好来这边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。你跟我哪边抵啊？你现在其实是在翻译的地方工作，那所以你现在的状态其实算是放弃这条路了吗？音乐这条路？就是其实每个月跟公司现在的同事，就是在大阪这边有一个爵士吧的表演。哦，在爵士吧里面表演。对。其实听得出来，你是对音乐是非常有自己的梦想跟坚持的。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嘛，决定放弃的那一段时间，你会不会觉得心情上难免会有冲击？会。其实是真的蛮失落的，毕竟投入在音乐这一块时间是真的蛮长的吧，就是也是10多年这样子。那当然一时要放弃掉这个梦想，对，那真的是蛮痛苦的。说真的，就是常常也是会，虽然他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洗澡的时候会偷偷哭、流眼泪这样子。啊，还偷偷哭哦？对。哦，那我觉得你真的是真男人，你把那些东西都藏在心里。跟玉婷。他说他偷哭了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不知道他偷哭，因为他不会让我们知道。可是我也感受出来，他非常的，就是其实他很挣扎啦，要放弃这个东西，因为他努力的，其实应该只有我最清楚，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、多少心血，他到底有多爱这个东西，应该我最清楚。所以其实我也都会跟他说，你确定这条路你这样走 OK 吗？你等于完全，你再也没有办法永远一直碰你最爱的音乐。他对你来说现在只是兴趣了。不是你的专门的，你 OK 吗？可是他就觉得他考虑到我们整个一家3口的环境啊，所有的一切，他会觉得在这边应该会比较好。其实我也会很舍不得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很努力啊，对啊。可是我就会觉得，既然你都可以为了我们，就是真的也已经有点半放弃了啦，我觉得对。那我就觉得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加油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只要2个人可以在一起努力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其实我觉得心理上的支撑是更重要的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能不能撑下去，有时候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好了，那我继续努力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都已经出国，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说我们就是想要留在这，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工作。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因为那些事情就放弃回去的话，我自己也会看不起我自己。我会觉得你怎么因为这样就被打败？那条铁路哦，真的都有台湾的风靡哎，那所有招牌都是这么大、这么大、这么大、这么大。其实这样子一条马路通过去以后，我看到那边有一根很高的塔，好像把这个地方整个镇住了。那是什么塔啊？我会觉得，如果我们因为那些事情就放弃回去的话，我自己也会看不起我自己。我会觉得你怎么因为这样就被打败？其实虽然我们住在这，也不能就表示我们对台湾我不喜欢，没有，我还是很爱台湾啊，我还是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很有人情味的地方。我每次回去我也都觉得哇，好棒的地方。对啊，那是我的家，这里也是我第2个家了。对啊，所以也不用来问我说喜欢哪边，我2个都喜欢。虽然是有一度的演出机会，不过为了本物卡人过得更加安稳，小刚抢势让青昂的银行梦想变下来，可能也看起来无解。不过来想按你的决定，颠倒是用面对的勇气，对音乐厅的唔判得到，要本来看到佢详细考虑的决心和决定。我想人生清淡的幸福，就会请到一只好盘，看到啲无完美又平凡的现实生活路程中，请到上去亮啥。马家就并唔得嘅满足，乐观勇敢嘅约定，
老真诚温柔嘅小刚，本来喺台版感受到懂踏实嘅温暖。嘿 ，Manet， 嘿，你好，来总婚。你好，可以叫我小姚就好了。叫你小姚。对。哎，你和日本名的，嘿嘛？对，我的日本名字。我来这边就改了，就用日本的名字，所以叫小姚比较亲切一点。对。刚刚都查单行出来哦。我坐那手扶梯啊，我想说日本鸦片哦，都是靠左通行嘛，我就往左边站上去，就一直被后面的人讲说过来过来。哎，你们按奇观哦，这边怎么方向是完全某 Q 的啊？对啊，因为日本的话呢，京都还有东京的话都是靠左边走，可是我们大阪就比较特别一点，都是靠右边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主要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国际的博览会，因为很多外国人来，所以他们觉得要走向国际化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是靠右手边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大阪人很爱钱，那我们包包都习惯背右手边嘛，对。所以你按呢？对，如果我站在左手边的话，那扒手很容易就把我的包包给抢走了。好，对，所以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的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右手边，他们才会有安心感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自闽南乡亲，高雄闽南汉人，东吴大学日文的毕业高校。一次喺台湾做日文教學及翻譯一條路。2010年，緬甸為咗更加了解日本嘅文化，此地嘅條路來到日本打工度假。按一下就6年咧，一下老男朋友向下經營民宿，做一家自成嘅背包客。小姚對台灣嘅庶民文化都在講動手勢，等下就天天去到新世界，感受台灣嘅庶民秘史。小姚，那条给路哦，真的都有台版的封面哎，那所有招牌都是这么大、这么大、这么大、这么大。对。不过就是我这样看哦，怎么总觉得这条路上很有一种时代感的感觉啊？对啊，因为这边开发的比较早一点点，所以呢这边的感觉就会跟其他的大阪的地区会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其实这样子一条马路通过去以后，我看到那边有一根很高的塔，好像把这个地方整个镇住了。那是什么塔？这是我们大阪的地标通天阁。通天阁，它盖于1912年，是当时最高的建筑物。哦，是最高的建筑物哦。不过，给粗形，因为一啲都供不出来，都奇怪呢。特别好，它下面是凯旋门，然后上面是爱妃铁塔的设计。你等下。凯旋门、爱妃铁塔，真的看不出来啊。他们说哈，因为它现在之前有焚烧过，所以呢后来有在改建，所以可能在设计上面可能已经有点不太像了。对，那张兄要问你哎，要给东西啊？我怎么到处好像都有看到这个东西？它是算什么？他们的有一间连锁店吗？那个？没有，日本每个地点的话呢，都会有他们的吉祥物。像熊本的话就是熊本熊，那我们大阪吉祥物就是这一只 Billy Can。Billy Can？ 对，它叫 Billy Can。它是一个小孩子吗？它是一个天使，所以你摸它的脚就可以带来好运哦。你要不要摸摸看？他们是说，如果摸脚会带来好运哦，会带来什么样的好运？就看你想要什么。我想要财运，想要健康，全部都在。唔講自身嘅新世界，係台灣清早發展嘅新區之一。20世紀初，也被處理有幾樣是清國嘅建築，然後呢個商業發通，咪帶來當時西方輕視行嘅東西，咪幫台灣變做本人想唔到嘅新世界。不過，讓上10世紀鬧熱比起來，經過2戰第炸彈，讓物質開發嘅新世界體系，也算係無按好咧。不過行啲新世界嘅街路，看到帶着嘅西方美式嘅日本風情，將行起感受到昭和時期台灣嘅法律，也咩逍遙這樣是體雜黑嘅所在。不過你沒講到啊，要在梯逢這個地區，它是比較屬於市微一點的城市。大阪這麼多地方，為什麼特別就選這裡？哦，確實，新津宮這個地方呢，它在大阪地區來講的話，它是屬於物價比較便宜的一個地方。譬如說剪頭髮700塊就有了。700塊，差不多200條腿標，200算便宜的了。因為這邊的物價大概是台灣的3倍嘛，所以其實剪頭髮的話，大概是3000到5000塊不等哦。你講哈？你說其他地方是3000到5000塊日幣，對，這邊只要700塊，對，真的差很多咯。對，真的差很多。所以相對的，這邊的房租的話呢，也會比其他地方比較便宜一點。所以當初呢，我的第一站就選擇在這裡。哦，姑蘇鴉片物價各方面其實都會比關東地區低很多哦。對，物價來講的話有差，像東京的話，物價的房租大概是7萬左右，我們這邊大概是5萬。
我一下差2万块钱哦。对，2万就大概差了5、6千块，很多。所以你当时就是因为物价，所以来到这边生活。对，我们来到这边生活。那大阪的物价呢，比关东还要便宜一点。不过呢，让我意外的是，这里的地下铁居然比东京还要贵。地下铁没啊？你讲这个东西剪头发都比较便宜，没有理由地铁比较贵吧？对啊，因为东京的话，它是利用的人数比较多，然后加上它又是2间地下铁在竞争，所以它的价格就比较低，160就有了。哇，差蛮多的呢。可是我们大阪的话要200起跳。哇，那你这样不就失算了吗？惹都要骗，就是喜欢高都卡便宜跟省番。没想到交通这种东西，天天要用的点都卡贵哦。对啊，居然失算了，所以我只好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？哎，要不受灾按胎，你骑脚踏车不会很累啊？不会啊，对我们来说1个小时之内的距离都不是问题。1个小时还不远吗？对我们来说还 OK 啦，为了省钱没有办法。来到购物家的日本生活，逍遥选择啲较便宜的新世界旅行，也比突然体验台湾庶民生活的好所在。短短的街路，看过去几十间的串铺店，也变做逍遥来到日本第一个条路。听讲啲新世界，虽然上海多食材，差唔多就都得变做好食的泡菜。等一下就甜甜是啲泡菜名店打工的逍遥，体验一下也在本人按照台湾三滩美食的平民小吃。它这样沾粉我都看不太出来，它到底有什么分别？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像这个的话比较偏白色，它就是鸟蛋。鸟蛋哦。对，然后这个是2个的，它就是那个番茄啊，这是番茄。哎，你谈过吗？炸水果哎，怎么会有炸水果哎？对他们来说，它不是水果，它是蔬菜的一种。哦，日本那边可能不像我们台湾有什么热炒啊，很多炒蔬菜可以吃，这种水果拿来炸也是一种那个摄取的。对，那通常的话，我们是沾这个酱汁吃。这个是什么酱？这个是他们特殊的，每一家串物店的那个酱汁都不太一样。这2个是一样的吗？是他们的秘方，对，一样的。哦，就这样沾上去，再裹在粉上面。吃口那个番茄。你吃看看。同情口唔错啦，这是星星肠。是星星肠，这是香肠啦。刚才有点番茄。哦，你以为是像番茄的？对。懂后生哎，因为它炸起来，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说，我们台湾有一些炸的东西啊，会有那种油耗的味道，这个跟那个食材全部在融合在一起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大哥来。啊，不行，因为那时候爸爸来日本玩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有一张券可以免费去拍那个就是这种全家福的照片。到的时候呢，我爸就说要不要叫西伟一起来拍？我说爸，这是全家福啊。他说有什么关系，一起来拍吧。我们台湾有一些炸的东西啊，会有那种油耗的味道，这个跟那个食材全部在融合在一起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大哥来。啊，不行，多嘛？你知道吗？这边不能沾第2次，这是这里的规定。但是我还没有吃完啊。你如果没有吃完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把它放在盘子上面，对，这样子淋在你的炸物上面这样吃，因为这个已经有你的口水了，那这个是大家一起共用的。等到你走完，下一个客人还是会用这个酱汁。所以如果你沾了第2次，你的口水就残留在里面，下一个客人就要跟你间接接吻。所以很重卫生的。对，非常重卫生。排。因为像我们这种观光客啊，楼那边行撩撩，我们可以边走边吃，其实是蛮不错的。在大阪的话，边走边吃可能会有点不太 OK 哦。不太礼貌。要没够不对？为什么？在台湾大家会边走边吃，应该是因为有摊贩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会习惯边走边吃。对，但是日本的话摊贩很少，都是店家比较多，所以大家也都觉得在店里面吃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会边走边吃。所以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买了，我不会边走边吃，我带回家吃，这样可以吗？带回家吃，基本上日本的店家也不太喜欢。也不能外带。
有些店家不能外带。不能外带，那这样子客人不是变少？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因为他们觉得要把最好的食物提供给客人吃。那你带回家，中途譬如说像现在的天气这么热，你带回去可能就已经超生了，出黑嘞，对，就不好吃了。对，那他们也很担心你吃的食物中毒，他们也要帮你负责任。对，基于等等，他们日本人会想比较多一点。可能係對廚師嘅專業，也係對師傅嘅尊敬。外帶文化並唔無時限。雖然少掉嘅呢片，不過坐下來，啲傳統式嘅總鋪是用心料理嘅師傅，你係另外一種尊重老高了。文化無強用，國情無強用，是睇嚟平民美食。等一下就聽聽小姚來去台灣上年嘅飛機總啟堂，感受一下時行啲台灣後生人嘅文創新魅力。你看一下四周哦，其实全部都是很高的那种公寓。但这一区呢，反而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房子，在 Nike 呀。这一区叫做中旗町。这一区的话呢，它在24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免于空难。那时候呢，其他大阪都已经被炸到，就是完全都已经毁坏了。大阪被炸烂掉了。对，被炸到烂掉了，就只剩下这一区还有保持着以前的古代的那种建筑物，所以它就是风格的话就会比较有古老的味道。真紧呢，因为其他的房子现在基本上水泥，你看那边的公寓都是一格一格一格一层一层，这边还是屋瓦的感觉，对，而且都比较矮房子，都1、2层楼。对，不过像这种建筑风格是算日本的那一栋风格的啊。昭和年代的风格，昭和的话大概就是60年前左右吧。那所以也算是老房子，虽然不能称得上是古迹，不过是会落步的呢。对，所以这一区的话呢，就是因为它古建筑都一直有被保存下来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会来这边进驻到这边来，然后发展一些咖啡厅啊、理容院啊，还有一些手工的一些杂货店。对，所以呢，间接的就会带动这边的观光潮。对，就会很多的观光客就想要来这个地方享受一下这边安静的氛围。要很颠哦，真的懂有密西。你看哦，我看到这边，它其实房子很老旧，你说是像昭和时期的建筑，对，可是它非常混搭。看到 Gay 片，你看，其实有现代的那种吉他，然后这边有照片，然后这边这个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啊，它这个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，它是有很多什么拉环啊，是现代那种铝罐的东西去做的一种艺术品，还有皮带的扣子，对。但还有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，我觉得可能是为了符合这个房子的味道吧。你看那片，它上面壁纸吧，可是它其实是以前的报纸哎。对啊，你看昭和40年的报纸哎。昭和40年离呀，他们都几久呀？现在30年前吧。哇，30年前哦。30-40年前的报纸了。哇。他直接拿来当这个壁纸下去，就觉得哦，整个就很有味道。很有味道。那小姚，你头拜还没有来日本之前啊，你对日本文化有了解吗？其实不是很了解，就大学的时候有上过一些就是日本文化的课，但是都是修学分，所以其实没有很认真的上课，所以对日本的文化其实不是很了解。是公，你对日本文化如果说没有这么有兴趣，那时候怎么会想要读日文系呢？对啊，我想要学日文的那个理由还蛮奇特的，就是我觉得日文字平假名看起来很可爱，很少女，就很想要学看看。老一代的人也会觉得说日本人比较不好相处啦，还有就是做事情比较龟毛等等的一些刻板的印象。对，所以那时候他们的一些技术都不愿意就是教我们台湾人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那我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学了他们的语言之后呢，应该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技术学好，然后带回台湾去。那后来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觉得说，那我还是要希望来日本看看嘞？日文系毕业之后，第一份工作是在跟日文有相关的一个工作，然后我的主管他是一个日本人。在我之前有一个翻译，因为他很不喜欢我的主管，对，他觉得说主管太龟毛了，不太好相处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我的主管我都叫他上初爷爷，对我都对他保持着一点，算是敌意吗？就觉得说这样这个老人家应该不太好相处哦。那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，他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，虽然他下午的时候呢也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早上可能太冲动了，所以他跟我道歉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就是
一般的日本人，就是很难相处，然后又很龟毛，所以我决定要离开他。于是我就去了日文人才的人力派遣公司去面试。当时的面试官就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离职？”我就跟他说了上初爷爷的事情，他就告诉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上司。”我就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今天已经60几岁的一个主管，愿意跟一个20几岁的小员工道歉，你不觉得他有很棒的一个胸怀吗？”所以我那时候就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就觉得说：“哦，真的，他真的想一想，他60几岁愿意就是这么。”放低身段的跟员工道歉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好好的在他身边学习。不过讲实在真的，像我有时候，双竹阿公杨俊认真的做些态度，出题改变了逍遥对日本的看法。每本长出沙飞的逍遥，或是都认真细思。恭喜双竹阿公激动感谢，没因为安尼，特别老七个换一张日本的名的双竹友。来感染一团难得的缘分。我恭喜逍遥人日本的缘分，还有一个同重要的人，佢就会去厦门结婚的老公，是面先生。等下那就会到几条乡下经营的民宿，来去做下咯。你们也扣你周抽的时间哦。西尾先生也跟你一起帮忙做啊。对啊，一位天数。不厉害，すごい是贴心的日本男人呢。这很平常啊，一般。哦，他的观念跟一般日本男生我们知道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对，他比较贴心一点点。那就你所知，一般日本男人会怎样？听说有的不太会帮老婆拿包包，老婆就是抱着小孩，然后大包小包的，女人家一个人很辛苦在那边，可是老公可能就说，好了没，快点之类的。他们的观念里面可能不太会去帮女生做什么事情。哦，那你很幸运，刚好碰到这么贴心的日本男人。对啊，不然其实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并没有规划要跟日本人交往结婚。那听你这样讲，给人用的诱动你呢？我是他的中文老师。对，他找我学中文，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很喜欢台湾，所以他那时候想要学中文是想要找台湾的老师，因为他之前的中文老师都是中国人。对，所以呢，后来就找上我。西尾先生，那时候认识，那时候是你的老师嘛？小姚老师的时候，你看到佢第一拜还蛮个干工了。前向き。非常的就是有活力、积極。就觉得说有动力想要追求他吗？少し熱い。说就有一点点有想要交往的那个情绪、那个心，对。不过你就共斗，你不想跟外国人交往嘛？对。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就动呢？刚开始我们出去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帮我的朋友还有我都各准备一罐饮料，就觉得他真的非常的贴心。大傻眼猪油哦。对，所以对他的印象就非常的好，就有好感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追我的时候其实还蛮明显，周遭的朋友都知道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就是被当成女神那样子对待，对，有一种偶像的光环。对，从那一刻开始呢，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也不差，就开始喜欢上我自己。所以父母亲算是很支持你们这样子的决定，就是一起经营民宿，一起打拼。那他们有来看过你们的民宿了吗？就是你们这间你们一起打拼的家，真的。就爸爸的话比较可惜一点，因为他可能在我们因为他在我们房子盖好的前1年就先离开了。对，所以他来不及看到我们这个房子，对，所以我一直还觉得还蛮遗憾的。不过妈妈就是刚盖好的时候就有跟着我一起回来，就是来这边住，大概住了1个多月吧。那爸爸妈妈对西尾的印象怎么样？觉得他非常不错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还蛮顾家的人。像我父母亲那个时候来日本玩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交往，可是他就是只要有放假，他就会开着车带着我父母亲，然后到处去玩。对，就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就跟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认识的男生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深深打动我的心。其实我刚刚有看到一张照片，就是这边这张照片，我就想问你说，奇怪，这应该是你们全家福吧？对。可是为什么你们还没结婚，西尾先生怎么会在里面呢？因为那时候爸爸来日本玩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有一张券可以免费去拍那个就是这种全家福的照片。
到的时候呢，我爸就说要不要叫西伟一起来拍？我说爸，这是全家福啊。他说有什么关系，一起来拍吧。西伟先生，那你跟他们家人相处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很自然。对，很自然。他们就是他说没有墙壁，没有墙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隔阂，就是相处起来是非常的自在的。那我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非常好，因为除了妈妈已经过来这边也看过你们一起打拼的家了，那爸爸其实我相信在冥冥之中有这张照片，我觉得就已经印证了，其实他对你们是真的是献上最深的祝福。对，我觉得我爸对他是非常的肯定的，所以当初其实还蛮排斥就是跟外国人交往的，但是我觉得爸爸有认证过，对，就觉得非他不可，对，干巴的，干巴的，加油！心里欣赏非常的爱，引导着逍遥幸福的笑容。公司来到日本看一下公司的想法，打开了逍遥的视野和痴心。遇到都在牵涉各异身影的人，每本都唔简单的外种生活，有人更加坚定行下去的信心。也把来到台湾，看到玉婷和逍遥两公婆，散漫面对生活的人生态度。我想，你也可能唔系大富大贵，不过啲生命度，有一阵人都在分享困难和欢喜，看下啲平凡度，见到希望和欢笑，就会真简单，才珍贵的幸福。